嗱，莫斯科聲明，由於美國同以色列嘅空襲被定性為針對恐怖主義基礎設施嘅定點清除行為，而唔係全面入侵，所以克里姆林宮認為呢個係唔屬於集體防禦條款嘅適用範圍。嗱，好啦，普京講到咁白係嘛？喂，人哋反恐喎，你哋係恐怖分子喎，係咪啊？喂，簽嘅時候啊，都知道佢係恐怖分子嚟㗎啦。哦，而家人哋喐佢啦，係嘛？你就話佢係恐怖分子。喂，攞佢隻數嗰陣時，佢就唔係恐怖分子。呢啲咧係咩咧？正宗嘅契弟中嘅契弟，垃圾中嘅垃圾，人渣中嘅人渣。有啲咩人先會真係崇拜普京㗎？狗閪啊！只有狗閪先會崇拜普京嘅啫。好啦，咁啊，你睇下，喂，一出事連睬都唔睬你係嘛？喂，你諗住佢幫手，識撚埋雷達啦！哎呀，費撚事咧，陣咧俾以色列及撚到咧，係咪怪罪於佢啊？哇，幾撚折啊！你諗下係咪？